哎，你要创啥啦？哎，要拆窗仔门哦。哇！安尼规个拍开了啊吼，哎，迄规变300平，3箱不止，迄规个山头拢恁兜的啊。啊，毋过我有一个问题，亲像阮足侪人住喺都市，啊，都市其实吼，甲对面拢足歪的，啊，嘛无足侪光的，无啊嘛亲像恁无讲兜。亲像你这外口安尼有遮大片，这阳台无啦，拢嘛安尼细细啊尔。其实吼，若是像这种情形，嘛是有一寡方式啊，会当去调整，互你这室内吼看起来有这个放大的这个效果。真有啥的？物方法啦？譬如讲哦，这个壁的色就真重要啊。你若讲用这个白色，伊看起来就感觉较光嘛。哦，系啊，啊你若是用譬如讲较暗的色，伊是毋是看起来就较细光？是。系啊，啊除了这个壁的色以外，譬如讲你的家具的色啊，你的地板的色啊，吼，这拢是重点。因为吼，你这愈快的所在吼，你用的色，你用什么色，伊的影响就非常非常的直接。其实吼，咱来讲吼，这明厅暗房，就是讲你这客厅吼，就是要有这个光线吼，要有较光的，光嘿光线最重要光线啦，光线最重要的。